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类的个节目。你吼，你个乡亲朋友有一种感觉嘛，像某种嘛个事情，是不是说哇，系咩肩头痛，系某是腰骨痛，系某是肌肉痛？吼，基本嘅老大家咧讲，其实错非常嘅重要，系讲你冇好好咧错，有可能会造成一种你相当大问题哦。今日咧本日你今介来宾嘅系类似普利突然性嘅物理治疗师徐仁璞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抽针艺人物理治疗师徐仁璞吼。今日东范以10個女度客家天使推嚟留大家見面。分享，这个太棒了！我知道吼，物理治疗这件事情对你讲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到节目地度，你唔但想让大家咧讲一点，我们说卫教知识啦，动重要。动简单，唔过可能某天所做得到嘅知識，係講發生過後一定容易去調整，所以一開始到大家咧講錯兩件事情，你看你哋錯呢嘛，吼，哪咪錯呢？你上班趕緊可能要打電腦啊，做學生趕緊咪錯呢？都冇冇買事情就去年當天啊，咪想去錯呢？錯唔好，會對大家有動態影響。先講錯鐵球唔好，是一開始是咧問，乜緊都錯鐵球。錯鐵球呢個事情吼，昨天講啦吼，按國健署哈國民健康署的定義哈，你錯超過6點鐘啊，6小時哈，按講定義就是講錯鐵球咧啦哈。不過錯鐵球呢個事情啊，每你做事情的事件都係錯點啦，像咯按因對付下時間，看電視，好，今日主持人你有拿手機出來用嗎？有啊哈，所以看手機的時間啦哈，你。看結球藝術都係錯點都該看啊，對，所以其實一感應，你講久坐，其實我們很容易就錯鐵球。錯。你如果晚上在家追劇，一追5集，你都坐在那個沙發上追劇，哎，又沒算錯動球啊。係啊。錯嗎？哈。該錯的時間，按講啦，你錯鐵球的時間，常按講吼，你姿勢看唔好啦。好。做姿勢唔好的時間，咩講？你按用錯點、偏點、往點的時間啊，咩按用咩講唔好？最重要問題是講錯的時間，按講時間太久嘞。好，因為按錯的時間太久的時間啊，你嘅筋條按講韌帶維持按關節穩定性嘅韌帶會軟脫啦。軟脫的時間，你可能你會紅一類、起一類時間，腰骨偏到嘞。有，有等於像哎呀，冇做買事情，臭呢好點點紅一類是啥繞個騙到。所以我又沒有提重物，我又沒有做什麼特別激烈的動作，佢大家可能冇了解，因為你臭鐵球咧。不過臭鐵球大家會知道哦，你也愛用臭鐵球，不是哦。其實坐姿有很多的研究。前面你來看一下，我們這邊先定一下常見的錯誤的坐姿，一般來講，提點、七頭比膝不夠，這很正常啊，我們常常這樣啊。對啊，坐太矮的時間啊，你坐卡長凳啊，嗬，你坐矮凳的時間，坐矮凳，撞下你坐矮凳啊，膝蓋一定比較高啊。你卡過的時間，你腰骨所謂往下挑前移，好，你會紅一類時間腰骨該按因講到脊椎壓力哦，瞬間就會。夠以內，因為像按起點的時間，腰椎的受力按講100分來講啦哈，你錯卡矮的點的時間，你的腰椎的受力可能會上升到2.3倍或2.5倍，好，就該壓力所以瞬間就高起來。我懂，所以可能豆豆改後上面可以在房間有沒有坐在那個床上，錯的該命中檔也是，就是心上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就是腳很舒服，有沒有？哎呦，對，而且還有那種什麼叫做床上電腦桌，對，大家就這樣，其實這也是要注意，對不對？你鐵球其實對繞骨嘅壓力係非常大嘅。因為你錯的時間，你沒按講坐有坐相哈，坐在按講坐骨。你是否跳下背？你壓一下。來，抬槓壓一下屁股，這邊硬的2個骨頭，對不對？剛才講坐骨嘛，哈。那坐骨。但是你錯冇錯的時間，你就按用偏點的時間啦。你錯到哪位？好像是後面。腰椎。哦。所以講你腰椎，按講到腰椎。可是做腰椎很舒服。但是你沒受力的。位置啦哈，按講到身體的重心往下的時間會傳到坐骨，好，但是你的壓力傳到腰椎的時間啦，
时间久的时间，你可能就变到按讲到腰椎的退化，脊椎退化啊，可能也心肌会扎到啊，从椎间盘突出啊，所以讲你错到任何时间，动作重要的是问题就讲错太久嘞，你错太久的时间，压力都该，你所该问题就会慢慢走出来。然后这边讲到动动哈，其实这个其实概念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让台咖的分享有这几种坐姿，比如讲坐姿前倾，这很重很长啊，打电脑的时候就会坐姿前倾。半躺半坐，这个是大家最喜欢在家里啊，半躺半坐。乡亲朋友们，有没有大白看电视都，这样很舒服啊，对不对？你看电视还有哦，还有身体靠一边是吗？没，你看电视你跳绳有叉肌有吗？翘脚，你脚跟有，那不行吗？它你有更加强你的腰椎的压力，变卡抬啦。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黑公头不怕款天喜前面有茶几，然后把脚放在那个茶，我以为那样很好，腿可以伸很直，所以那样子吧，就我爱母肥嘞。按样讲啦，是讲不用一下下做得，但不用太久的时间你是做唔得嘞。哇，但是什么时间按到久哈，其实很难定义。最好按讲不要超过20分钟、30分钟，休息一下做得，但是时间真的不要太久。OK， 什么身体靠一边，这也很正常。你都不怕款天时，就是会身体靠一边呐。你看，好，所以今天老乡亲朋友来讲哈，大家还可以注意，其实讲到两行还没起到线上讲的重点就是2个，第一个。不要一个姿势维持很久，好，这就是不要太久。第二就是说，其实恭喜才会不容易，要用平年、往年、手动松快、脚骨卡呢，其实都不是一个太好的，因为嘴喉的做的就是重力要放在这个坐骨神经两边，这嘴喉感。从那我们刚刚也考一下我们的这个徐医师，就有人问一下。那我们常常说以前那谁来给你走背，说腰杆打直有没有？哇，做的很正，就大家那这是对的吗？还是说这是唯一的做？就是你要。看电视也要，其实吃饭也要这样，哎呦，昨天回到刚刚讲的啊，就一个姿势是千变万化，错，所以坐正可以，但是一样对身体还是有压力，所以也是一样坐正，其实有时候我们因为习惯性动物了哈，所以你习惯按用凑点时间，一下子要你凑按点的时间了，可能5分钟你就觉得腰酸，因为你也。腰骨来个按紧跳肉啊，冇卖力嘞，所以讲你错一下，你感觉冇力做的维持按用的姿势的时间，你除非找个苦下来，就是整个身体又垮下来了。好哦，佢大家是咪讲哦？我第一个线上你讲的意思是讲错动唔标准，是咪对你个性体育按用个让用？其实它对身心都有一些影响。我觉得大家太忽略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也是我自己来。你看久坐的危害有什么？体重有可能有性虫病、别脑筋就中风、通尿病，所以这些慢性疾病是有可能会增加它的这个几率的，对不对？按用讲到。好像有点严重。有一句话哈，按讲以子杀人事件，你也等为吃你呐。对，以子杀人事件，按用讲也是因为昨天按讲说，你错点都该时间啦，血液循环数变卡慢，错，血液循环慢的时间，你血液可能也许就开始变得比较浓稠，循环变得比较差，所以可能影响到心血管的风险就会比较高。还有因为你错太久了，身体的活动量变少。所以身体的肌肉量不够，然后新陈代谢的力量也不够，都会影响到阿英讲的慢性病。还有最重要一点，阿英肌肉是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细胞激素跟各个器官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没有活动，阿英听懂也是这样。肌肉不会长大，肌肉没有力量，肌肉不会去制造这些细胞激素提供给因为器官会用的世界啦，器官可能就开始慢慢退化，或者是让你没有办法发挥到正常的作用，这些问题就会慢慢发生。所以它其实是环环相扣，这是为什么台家要讲，你改肌肉非常来重要，尤其你方面都改线上都会讲，尤其像你脚骨改肌肉一定要很有力，大家不要以为讲说脚的肌肉没力就影响走路，其实不是。就像医生讲的，其实肌肉本身，它带来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就会有没有影响到器官。所以你可能handle到最末时间，他们让用到思考感、能力到心力感、控制，所以就是因为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心理的状态，对不对？
没错。而且就死亡风险提升。所以就有一句话说，椅子杀人会杀事件，人就是椅子会这样杀人，对。啊，所以真的不要做太久，真的不要做太久哈。所以希望讲，哇，今该向前面有看，你节目该提起头下面时期都讲，哇，你来其实臭两件事情系还有红门的，系讲大家说是臭呢，冇嘛该，唔过是像线上讲的，系讲一下冇好球咧。问题会慢慢出来。你有录节目之前哈，遇到线上打嘴故事讲，其实我们觉得还好啊，我们常常姿势不良啊，冇容易线上讲时间忙大，时间系讲大咧，年纪大咧，慢慢体白嘅问题就会慢慢的出现。还有动到嘅地区，然后大家咧分享，非常嘅重要吼，大家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张总来讲。你上堂节目好好啦，你介乡亲们来讲，哇，臭两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讲动冲扰。臭改姿势当然有一些不太好，可是我觉得灌田就是我觉得要多动啦，对不对？种类在姿势臭铁球啊，对不对？不管你是半卧半躺或是什么，久了总是不好，因为你要让全身还是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对不对？所以两团节目意思到太高咧讲到运动两件事情，不过运动系嘛个意思，动因为讲。哇，这个劳动跟运动不一样哦。我做家事，我今天哇整天就运动，我做家事其实那 walking 才会润透，所以润透是很科学的。所以像线上的台高的分享一下，其实运动还是有处方的。没错，俺讲运动、劳动还有休闲活动哦，动到龙应该会讲到今年有运动啊。对呀，当一都运动当一都运动，你做埋运动。散步，好，散步走行1点钟2点钟。你行路的时间啊，其实讲走路的强度哦，有没有让你的身体提到一些训练的一个效果？俺讲要有训练效果，所以从俺看奥运好嘞，好奥运刚结束嘛哈，奥运的这些运动的选手都是经过很高强度的训练，那高强度的训练，那当然就是才有达到好的成绩。但是俺不是走到安用印啦哈。但是运动和活动的差异在哪里？因讲运动要有一些中高强度的训练，那中高强度我们会总括来讲用一个叫做运动处方啦哈，所以包含按讲运动的形式，还有实践，运动的强度，还有运动的进程方式这些来告诉俺老人家还有一般民众说你怎样运动卡好，好，所以俺先讲到，俺讲运动的模式哈，运动模式像俺给你讲到，你做的慢跑，你做的游泳，你做的骑脚踏车，你做的走瑜伽，好，或者是俺讲体操、圈走带，这就是俺讲的运动形式。运动形式其实绕捏身体的姿势还是有一些关系，因为如果身体姿势不好。好比说阿英讲到你的姿势不良，你去做运动的时间，从阿英讲到，从我们时间久的时候姿势不良，凑等打电脑太久的时间，因为阿英讲到身体的前面的肌肉哈就变卡很，你本能过紧跳肌肉变得卡磨练，所以讲你错的时间，你如果卡过一段时间啦，你可能你所紧跳就会卡到嘞，所以。有时候动到平面的艺人看线上是在讲，哎呦，那肩膀可能有一些肌腱发炎，可能50肩，但是常常看到很多病人也姿势不好，因为可以变得弯腰驼背，弯腰驼背时间像乌龟脖子，或者是这个背完全驼背下来，所以手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问题，所以在俺讲运动模式好，我们用快走来比较简单。快走的时间要走多久？我们一般在讲中高强度运动，一个礼拜最少我们会希望要有到我们讲15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运动。哦，一个礼拜150分钟。所以每一次如果你有做到30分钟以上，一周大概就做3到5次，用30分钟以上的概念。那中高强度运动。要怎么去叫做中高强度运动那概念就是有点像
运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累，又不会太累，又有点有一点点喘，然后又没有很喘，然后又蛮舒服的，好像有点运动，一点流汗，可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哇动疼，对不对？最好还是要，也不是说这么轻松，还是要有一点点喘的感觉，一点点喘感觉的时候，才有达到所谓的中高强度。那一般人可能不晓得如何分辨，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自觉用力系数哦，就像现在荧幕上看到的哦。我们讲自觉用力系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运动要做到什么强度？运动的强度我们要做到有点到13，好，12、13、14，有一些吃力，好，有一点点累，有一点点甜美感高了哈。这样子持续30分钟哦，你长有对身体产生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效果。所以如果我们用快走来举例，按快走的时间一天做快走30分钟，然后接下来1个礼拜做5次，每次都是有些吃力，那你就可能就达到中高强度的训练。好，用走的时间，身体长又真的被训练到。好，莫属讲只是轻松的走，跟隔壁搞不要练啥，还有拱法大嘴骨的时间。对，很喜欢这个傍晚的时候去什么学校操场散步，那以润头只是走操场，走得很慢，对不对？该嘛走的，因为你有疼痛你有疼痛的时间，按讲到肌肉有疼痛的时间，肌肉就会去帮助你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当然比不动好啦。可是医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还是要稍微感觉一下自己的运动30分钟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吃力，有一些吃力是好的，对不对？因为有蛮讲，讲到龙应该是这样，现在很流行一个名词叫肌少症，对，肌肉会变少，肌少症的问题是讲，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肌肉本来就会慢慢的退化，所以越高年纪的时候，它每一年自然而然按更挑肌肉力量就会消退，好比说1.5到3% 就会慢慢的消退。这个是你再怎么样很用力，就算你非常吃力去训练的肌肉，它还是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其实真的要持续，是的，对不对？你不要动已经动就问题了，长快起来。当然不是说，当然你任何时候开始的，我们都非常的建议啦。可是如果说你可以在一个比较好上改盖头的时间，一直训练一下认同感习惯。我认真发问哦，假设说你从25岁就开始建立一个运动的习惯。我觉得刚医生有说到，比如1个礼拜3次跟5次，对，你要动摸汗感，你不一定达得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动又贵律改，按用以走润通，一直持续到40岁、50岁，其实对身体的整个肌肉是非常有帮助的。不止对肌肉对，像我安英讲的骨质疏松有冇？像福音架的骨质疏松嘛，动阳丑。因为动到福音架，你对的时间，常看到安福音架对的时间。如果两边团体，太脚比两边团体，用过压迫性骨折动因，所以讲你从后上因开始走运动的时间，按讲骨质疏松，从年轻的时候大概25岁到30岁，因为骨质密度可能就是到最高的一个密度的时候，慢慢的它是开始慢慢的一直流失，到我们福音杠安拱停经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开始。那个问题就慢慢的严重，所以有一个好的运动习惯，运动在骨头去做挤压的时候，骨头的密度也可以让它维持。所以按讲到肌肉力量，还有骨质疏松，如果好的运动习惯都可以去避免，甚至刚刚前面讲到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样问题啊、心脏病问题，也可以做一些预防。其实你记不可以特别针对润同两件事情，走医疗代言走了安豆年的，俺有这感觉嘿，不管你访问的是心脏病专科的心脏，然后或者是肺部，对不对？我的意思是，甚至脑科，所有心脏功都追妹吼，我发现呐，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就包括肾脏科，功能因为大家就会发现说，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发现环环相扣。比如肾脏到最后也是影响整个人的状态，所以最后变成是，我发现都是一样，就是要多动，对，然后动，然后就会什么骨骼，然后肌肉，然后影响心脏，然后最后它其实就像是一个
完全牵起来很缜密的一个网络，就环环相扣。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俺讲的运动处方，没错。你如果选择吃药，不如选择多做一些运动。但是如果今天俺讲的你的疾病的问题是很需要药物控制，当然药物要先控制下来，让你的疾病症状先控制下来。好，讲到这边，大概或许都有在单言吼，因为就是问下线上来宾，这福气卡拉 OK 意思是讲，像你刚才讲到走润头，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说，其实身体就是要多动嘛，因为多动不是只是喘不喘，你看它跟肺有关，它跟肌肉有关，肌肉又影响身体动都该部分。问一下，还讲肌肉会讲，我关节退化呢，那可以运动吗？我都在痛了，大家都关节都退化，大家一般的退化就是有问题，我还可以运动吗？还走点润头吗？俺讲到退化性关节炎这样问题其实有点就是因果关系啊其实很难去区辨什么真正原因是什么，就是造成它的退化性关节炎，因为有些是肌肉骨骼的系统的问题，有些可能是其他疾病所造成的。俺讲到关节炎问题，还是要靠肌肉力量，因为肌肉的强壮，它可以保护关节的稳定性。好，所以俺讲，如果今天关节炎很严重的时候，还是要先以医师的药物来做处置，让它俺讲发炎症状控制下来，时间，接下来就一定要去做一些肌肉力量的强化，肌肉力量强化才可以保护你的关节。好，但是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真的不会说造成伤害？我想这就是需要再请教你的物理治疗师，你的医师，不管是骨科医师这些，针对你那个严重程度，好让你过一把启动你的走嘛该。其实所以最尾大家有发现哦，不论是因切跳痛、关节该退化，其实润痛係做唔得听的。不过是係講，到底係作用應該潤痛，係做動用應該強度，其實做得係讓應該不理治療，是好好的溝通討論，做出一套適合應該潤痛，所以肯定會潤痛哦，先聊下，你等下再來講。基本上大家来讲，其实错两件事情哦，它也非常的重要。不论你错改姿势是好啊唔好，其实对大家来讲还是不要久坐，就是你还是要换姿势啦。很容易错一下，所以痛一下，因为其实概念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维持一个奇怪的姿势，总是会影响身体某部分肌肉的特别的使用嘛，对不对？韧带啦、压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更换来更换去，它其实就可以舒展。好，我们讲到俩所以它又讲到润痛，俩件事情动重要。润痛很容易，大家来复习一下，意思係講老痛、腎排地度嘅行來行去到潤痛，其實係冇強容嘅。腰痛痛總比冇痛痛好，不過還係會建議大家係講你僅是有一點能力。是可以真的像运动一样，好，也可以喘一下啦，溜缓一下。这个其实是动重要的。黑毛有动都改龙应该会讲，我有啊，当你洗掉当时以润痛来夯两种，当然有走比没走好，可是你那个走1个多小时，其实那个强度是低的。冇啦，好冇啦，错哈。不过你要按球动溜行一种改润痛，来相信这个。许医师也常常听到，就是那个什么超慢跑，对，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分享，到底超慢跑是什么？这样。韩讲的超慢跑，根据一种从日本传过来的概念然后就是他可能用一个频率比较高，对，好，但是步伐是轻快的，的一个部分，然后过程。是可以，好像很轻松的概念。对，还可以聊天，可以聊天。好，所以其实好像跟我们刚才在讲运动处方，我们要有一些中高强度，有点累又不会太累的感觉，其实是有一点点像，只是感觉安讲的超慢跑，重点我觉得走得讲要开始你运动的习惯了所以安讲跑步有时候讲我们要中高强度跑步有时候对安讲老人家来讲，你。刚刚讲到退化性关节炎，膝盖还是会有压力的，膝盖还是会痛。我们走路的时候，夯累时间而且起跳，可能在走路的过程是承受1到2倍的体重的压力。安讲跑步的时间
跑步的时间可能每一步下去，对膝关节可能会造成3到4倍体重的压力。我觉得很矛盾，我先跳题一下哈，因为跳摆大摆访问线上的时间被指导讲，可以讲跑步的时间你对起跳摆送回很有诶，可是我们就在想说，那所以其实你不能跑步嘞，但是医生又说没有，你还是可以跑步。是，所以安阳讲的说，在症状控制下来的时间啊，症状控制下来就是说，关节虽然退化了，但是它还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下，你可以做中高强度的训练。那除了跑步之外，当然最先决条件，安讲的，先把肌肉力量练起来，不是一直跑。好，一直跑其实不见得是好事。所以除了跑步之外，基础的肌肉力量练强壮起来之后，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好，这时候跑步，你在跑步的过程，脚着地的那一刹那，关节不会跑来跑去，比较稳。好，就比较不容易造成额外的压力。所以安英讲的，在跑步或者是刚才讲超慢跑，超慢跑概念哈，它有点像是很快走的概念。对，它的步伐，它有个频率，比如台高会讲嘛，改180 BPM 啊，对不对？哈，200 BPM，它在固定的频率里面，让你的步伐踩的比较短，然后它踩高度就是它是比较快速，然后就是1、2、1、2、1、2、1、2、1、2、1、2啊样子。然后呢，它让你好像不会像跑步一样这么的劳累，可是你又有一点流汗。是。对，所以依照刚刚信上讲的自觉来说，它的强度可能是比较可能会比较低一点，可能会低于13，可能在11、12左右。好，不过安讲超慢跑的这个它比较简单，安讲的在家里可以做。好，因为现在很多人会想说啊，我运动要去健身房，我运动要去操场。下雨天怎么办？对，而且有时候出门是一件很痛苦感事情，你就会觉得哇好累，我不想出去这样。没错，如果大家可以实行是这种不怕走，你走不怕走嘛。除了超慢跑之外，还嘛走夯路啊，原地踏步嘛走对啦。我常常会推荐，应该我自己的一些病人啊哈，他在家里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的是这样，你所以原地踏步也可以啊，你把脚只要抬高。是脚抬到跟我们的髋关节的高度是一样高的时候，连续这样的做，其实认真做哈，不到2分钟，可能就骨质卡米了嘞。你说的是就是这样抬原地踏步，但是腿抬高一点，抬到髋关节两大不收黑吗？你看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其实认真做说真的，2分钟下来，你可能就脚抬不起来，不止流汗。对 ，OK。所以安讲。超慢跑，它也是一个运动的，我们讲运动形式。好，它的运动强度可能就是11、12左右，好，就是有一点点累的感觉，但是你可以有点微笑去做这个运动，时间可能从30分钟一直做到50分钟，所以这个有点像开启运动的一个养成的一个运动习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的养成。是运动。要自己跟自己比，所以我们安英讲的运动处方，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拿张纸笔自己写下来。好，运动形式，我今天超慢跑，好，我今天要跑30分钟，然后自觉用力说，今天好像有点累，然后每天这样做记录之后，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你看一下你的进度有没有在进步，如果有进步，可能频率。再加快，或者是时间再加长，对，这样子就会达到运动的效果。所以我等下为美到台高的分享一下，线上讲的超慢跑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其实运动就是这样，台高会讲正确的运动方式，也是担心带来身体的一些损害。所以给大家朋友讲，光脚跑步事实上很讲，你都不好使走得走，感觉动简单，可是如果有软垫，像瑜伽垫，很讲日尾时间还很走得。铺着黑猫呢，就是穿袜子嘛，走得好，买个黑猫是走运动鞋在家里。穿袜子这样不对头啦，因为应该走慢了，该滑滑会滑滑，所以还是安全第一。是光脚跑步，软垫两问题是讲降低你的一些冲击的一些压力。OK， 好，所以如果穿着一个比较干净的运动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OK， 还有因为跑步的时间，他们讲的是脚掌先着地，后脚跟再跟着着地，意思就是说 ，Kissiki 他就是怕说你最后不像跑步会变得好像整个脚是这样
就是有点撞到地面对上。对对，那这样其实反而带来的压力会更大，可能对其他那种压力很好抬，所以意思是黑讲轻松的脚尖、脚跟、脚尖，跟我们一般跑步一样这样哦。然后避免弯腰驼背，保持气条的微弯放松。因为如果你很直立，是不是稍微膝盖稍微微弯，压力比较没那么大？因为它会保持一个弹性，好，就是有一个像弹簧的感觉。弯腰驼背问题，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姿势不良，姿势不良就会弯腰驼背。所以如果我们姿势没有修正、没有改过来，一直从弯腰驼背开始去跑。慢慢的身体就会越跑越歪，或者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代偿性的动作出现，所以为什么姿势要正？避免因为习惯让你的身体歪成一个方向的时候，就有点像韩拱的那个树苗，你可能被铁丝绑住之后，它只会往一个方向长。那韩拱弯腰驼背的时间啊，你在跑步的时间，身体就会很难拉正回来。好，还有朋友讲到跑步的节奏循序渐进，意思就是说，因为它很有速度的，所以一开始你先衡量一下你自己的能力度哪，你做得跑好慢嘅节奏，然后好慢嘅节奏会讲有适应过向在个走好急嘅节奏，就看自己嘅能力啦。没错，莫一下是走条件。所以按讲运动处方问题就是自己帮自己设计自己的运动处方。莫老便宜比啦，超，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哈，意思是黑讲看自己嘅能力有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处方是什么哈，衡量自己的能力。问到你啊，最尾我们身上有问题吼，大概你别讲，你是软痛过后会知道，哇，肌肉酸痛，就等于们养成都听你躺在床上起不来，动到，对，安讲从假日运动员有吗？或者是第白安讲奥运结束之后，很多人。开始羽毛球林洋配嘛开始就打羽毛球，这个问题产生的运动伤害动到好，所以讲安讲运动循序渐进，那么运动过后常常会安讲到所谓的延迟性肌肉酸痛，有时候可能会在运动过后的24小时到72小时会发生，但是如果有安讲延迟性肌肉酸痛的时间还是要做适度轻度的活动，让身体去动。不要完全休息在那边。如果真的有疼痛的位置，可能也许用一些简单的像热敷或者是冰敷，都可以让它缓解疼痛。然后做一些基本的安拱伸展操。好，但是如果疼痛超过也许2、3天以上，那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医师，是不是真的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对，每个那个肌肉是不是有过度的？撕裂还是什么的，这是我讲的好严重嘅提供啦。所以你也是老大家来讲，其实系讲你当摸做运动一下走红，你会觉得动痛，系紧松，不过痛到贴豆嘅时间，贴两腿之间还会轻心状况，还是不要小看哈。哇，这个节目是剩30秒，问一个最后的这个小问题，请问昨天翘脚吗？翘脚，昨天翘脚吗？翘脚做得啦，但是重点还是回到最前面，时间，还讲。莫踢球啦，因为你时间太久，被压到的肌肉、被压到的关节、韧带，它可能还是会松掉。所以时间不要太久。嘿，因为大家都讲做咧跳脚，去线上意思讲，不管你做乜嘅姿势都做得最重要嘅事情，係你都做唔得踢球，你会了解你自己怎么样去自觉的去调整这样姿势，怎么？因为非常感谢线上呢度节目地图老大家咧讲吼，所以佢简单嘅一件事情，其实非常嘅重要，做起来大家是咪啲讲哇，佢对身体有乜嘅让向？好，希望大家基本嘅收播动态，天天下來咧，向下來做運動咧。邀請大家來到福喜來呢嘅免術勤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勤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